看到这一道澎湃的料理，是结合南北有名的总铺师，有台北电视名厨骆金汉、台菜王子黄景龙，甲3名台南在地总铺师共同推出的板道料理，是由国际狮子会甲国际冲塔嘉明社共同发起的年终送暖的公益活动。预计12月9号，要伫安平安逸桥下来实开100道。今天我们特地在这个寒冬送暖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激励起社会大家的共鸣。那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很多社会需要关怀的伙伴或是朋友，真正需要我们去帮助的人，有的是等着我们去化解的，有的是真的我们已经化解到了，但是有时候我们是资源的欠缺，所以结合大家这样的一个力量跟精神的力道，我们希望能够照顾真正社会需要关怀的人。我想我们是付出，得到自己内心无限的快乐，那这样我们能够共取到社会的温暖。我们这次在12月9号邀请了这个20桌的我们跟北家福、南家福一起来合作。那20桌的单亲家庭会在12月9号这一天跟我们一起来共同参与。那总计呢，我们席开100桌，那剩下的80桌呢，我们是开放给一般的民众哦，他可以来认桌，可以上网来订桌。我们希望由这个南北的名厨特别是北名厨南的中破塞有5位大师傅为我们一起来用这个大烩串来把温暖在年终的时候送给我们这一些弱势的团体。那这也是我们在做社会服务、社会公益的一环。那当然对于观光促进，它会有一定带动的一个效果。主办单位国际狮子会台南真善美会长蔡仁惠表示，因为疫情的期间，真侪社会福利团体甲弱势家庭生活拢真歹过，因此这次是开100道，其中20道将邀请台南家扶中心100个单亲家庭，总共200人做伙来响应，其他80道提供热心的民众来领导。活动当天嘛将安排歌星甲表演团体演出，欢迎民众做伙来做公益，发挥爱心，嘛会用来响应美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